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幕後組。有冇一首歌你未必完全明歌詞講緊乜，但副歌一響就會即刻諗起一個人？2026年世界盃 Wonderwall 成為英格蘭球迷同球員嘅集體歌曲，甚至被形容為英格蘭嘅第二國歌。但歌詞入面冇英格蘭、冇足球、冇勝利，甚至未必係一首傳統情歌。點解偏偏係佢？最直覺嘅答案係懷舊，旋律熟悉而且容易唱。呢啲都冇錯，但90年代有好多經典歌 ，Oasis 自己亦有其他更激昂、更似球場歌曲嘅作品。Wonderwall 真正特別嘅地方係佢同時做到兩件相反嘅事，感情非常清楚，故事卻非常模糊。歌詞一開始，敘事者好似相信今日應該係對方終於作出改變嘅一日，對方早就應該知道自己要做乜嘢，但一直冇發生到。呢種語氣一半係期待，一半係失望，就似一段關係卡住咗好耐，一個人仍然等緊，另一個人始終冇行前一步。之後歌詞又暗示對方心入面團火可能已經熄滅，於是呢個你未必只係一個冷淡嘅戀人，佢亦可以係一個你眼見佢逐漸放棄自己，但係唔知道可以點樣拉翻嚟嘅人。而且相信冇其他人會好似自己一樣在意對方。聽落好浪漫，全世界只有我最理解你。但呢句只講咗我有幾深情，完全冇講對方有冇相同嘅感受。所以浪漫背後其實有一種孤獨收埋咗。我知道自己有幾在意你，但我永遠唔肯定你係咪同樣在意我。敘事者亦承認自己有好多說話想講，但唔知道點講出口。你想講我需要你，但一講就變咗你從來都唔明我。你想講我驚失去你，最後就扮到完全唔在乎咁。歌詞用彎曲嘅道路同刺眼嘅燈光形容敘事者面前嘅處境。路本來應該帶人去目的地，燈本來應該令人睇清方向，但呢度條路愈行愈曲，連光都強烈到令人睇唔清。就好似一段關係入面，你聽過好多建議，試過好多方法，但仍然唔知道應該行近定係離開。去到副歌真正嘅反轉先出現，敘事者唔係話自己會點樣拯救對方，相反佢希望對方成為拯救自己嘅人，所以佢最深嘅願望可能唔只係我想同你一齊，而係我而家好迷失，但我希望你令我重新完整。呢個想法好浪漫，亦有少少危險，因為當一個人成為你唯一嘅出口，愛同依賴就可能開始混埋一齊。副歌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字，或者敘事者連對方會唔會留低，會唔會理解自己都唔肯定。佢唱嘅唔係愛情得到答案嗰一刻，而係仍然等待答案嗰一刻。Noel Gallagher 對歌中對象嘅說法亦曾經改變，起初話係寫俾當時嘅伴侶嘅情信，後來又形容首歌其實係為一個幻想出嚟將你從自己手上拯救出來嘅朋友。邊個先係最終答案，反而唔係最重要。係歌詞一直冇鎖死你，究竟係邊個？所以情人、前度、朋友、家人，一段青春，甚至一隊足球隊都可以被放入呢個位置。呢個解釋咗點解唔同人都可以喺首歌入面認出自己。但要由私人感受變成幾萬人嘅共同歌曲，仲差一步。當一個人獨自唱 Wonderwall， 歌中嘅你可能係一個私人對象，但係當成個球場一齊唱，嗰個你就可以變成場上嘅球員，或者大家共同支持嘅隊伍。至於身邊嗰班陌生人，佢哋唔係歌入面嘅你，而係同你一齊唱，慢慢由陌生人變成我哋嘅人。研究發現，陌生人一齊唱歌之後，親近感可以比部分其他集體活動上升得更快。唔係因為大家突然變成朋友，而係所有人同一時間發聲，跟住同一個節奏，會產生一種非常直接嘅感覺。我哋而家企喺同一邊。Wonderwall 副歌簡單重複，就算唱得唔準，普通人仍然可以加入。所以佢被形容為英格蘭嘅第二國歌，唔係因為歌詞講述國家，而係佢做到國歌其中一個重要功能，令一大群原本互不相識嘅人喺幾分鐘內感覺自己屬於同一個群體。不過唔係歌詞寫得越含糊，就一定越有共鳴。如果故事模糊，連情緒都模糊，觀眾只會覺得不知所云。Wonderwall 特別嘅地方係佢冇講清楚發生過咩事，但將幾種感受寫得非常清楚。等待一個人改變，唔肯定對方有幾在意自己，有說話講唔出口，同埋希望有人帶自己離開混亂。
情緒上表達得非常具體，所以每個人放入歌中嘅故事都唔同，但認得嘅感覺可以一樣。一首歌要成為所有人嘅歌，未必需要大家對歌詞有完全相同嘅理解，只要大家都能夠喺入面認出一部分嘅自己就足夠。當一個人唱 Wonderwall， 佢可能係一段未講出口嘅說話。當幾萬人一齊唱，佢就變成一個共同信念。我哋都唔知道結果，但至少唱呢幾分鐘嘅時候，我哋企喺同一邊。喺屋企睇英格蘭比賽，聽到 Wonderwall 跟住唱，再話我知嗰一刻，你有冇覺得自己都喺球場入面？我哋下集再見，拜拜。